畜牧产业是台湾农业生产重要的一环，台南为全台3大养牛地区之一。对于酪农来说，年轻人力投入、饲养精致管理、优良育种来源、机械自动化、废水废弃物处理，是我们需要持续努力的目标。而台湾第一个引进自动化设备管理的酪农，颠覆对传统酪农的印象，不再是高时间、高劳力的付出，也能拥有高乳量的收益。转型必然会遇到阵痛期，而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带您一同来了解。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台湾的环境在进行那个乳牛的饲养，然后我爸就是看到在杂志上看到有一些报道，然后他也有一些兴趣，然后在59年，然后在我爷爷的资助之下，然后买了几头小牛，开始做一个初期的饲养的动作。早期的饲养，台湾当时没有什么专业的草原啊，只有路边的一些杂草啊，或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甘蔗啊，甘蔗尾就去收割来给牛吃，或是路边一些杂草，甚至人家说水边的一些什么追蚕棚，一些杂草来给牛吃，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那时候都是牛有的吃就好，不会叫就好，所以当时算是相当的克难了，就是牛车就开着，然后看哪里有一些草可以收集，然后就载回来喂牛这样子。叫刷背机，它的功能就是帮牛舒缓压力啊，抓痒啊，按摩啊。牛很喜欢它，它也是它们的玩具。它是感应式的，只要是牛一蹭它才会转，普通的时候它不会动，有牛去碰它的时候它才会动。它的消耗率不会太高，因为它的设计是符合牛体工学。而它的高度也会因每一场的牛的高度而有所不同。这台可是乳牛界的扫地机器人，它是吸粪机，透过手机远端设定，每天定时清洁地面上的排泄物，让乳牛无时无刻都能有个舒适的环境。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当时家人因为操劳嘛，然后在人力的方面也相当的紧迫，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人力可以做一个替换，这样子连续做了20多年，人就是会受不了，而且又没有足够的人力，所以就考量到由购买那个机器人来取代人。2014年，我们刚好有那个兴趣去了解说这个牧场自动化的系统，然后刚好有进口商带了国外的厂商来台湾访问，那个因缘际会，可是我们要的东西是当时贸易商还没有引进的项目，那时候贸易商只引进那个推草机器人，可是我们想要的却是挤奶机器人，它相对于其他的机器人是最复杂，所以当时贸易商或是国外的厂商也还没打算引进到台湾来。牧场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榨乳方式，从消毒清洁、套乳杯、拔乳杯、挤乳、赶牛离开等这些动作，全都得靠人力完成。自从牧场引进挤乳机器人后，这些全部通通交给他，反而更有时间做更精致的管理。酪农他们相当的辛苦，早晚都要各榨一次乳，要有第2代或第3代的人力来投入。也是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投入酪农的这个产业。那为了要有这样子的人力，解决人力的问题，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个设备，可以来辅助所需要投入的人力，像自动的喂饲系统、自动的榨乳机，还有自动的一个吸粪机，这些都可以来节省的人力。第2这台机械呢，伊唔免人去甲赶。牛会家己去进入这台机械第2，相对的对牛的伤害个压迫会较少。当然，伊愈事时愈开挖，伊的表现伫伊年龄上，伊年龄有增加，相对的年龄若增加，就代表我的收益有增加，所以这是好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唔免讲7早8早起来第2，较早呢。上晚爱7点就爱到牛寮，上晚一定爱到牛寮准备第2的工课。第2第了就爱搁饲牛仔囝，饲牛仔囝来就爱整理牛寮，整理牛寮来，然后牛某生爱死牛破病，拢得搁阮2个翁仔某。阮2个翁仔某迄时阵平均伫牛寮，差不多一个人爱16点钟拢伫牛寮。如果半暝若撞着牛某生的时阵，阮2个翁仔某爱无闲到半暝2点外，半暝2点外，迄时阵真正会忝到袂忝，拢用爬去到3楼去困啊！自从买这台机械了后，阮
阮两个压力就减轻足济啊。像我因为拄仔有后生转来接牛条，我就会当困较自然醒啦。这对乐农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啦，无迄个压力。当然啊，机械除了第二舒适了后，伊会当减轻牛的破病、骹病啊、黏膜炎，啊，搁就是伊规个寿命会延长。因为上面有3D 影像，然后呢，身上的脖子有感应器，它可以记录这一头牛的体重、挤乳记录、分娩，或者它的乳成分，还有就是它采食有没有异常，还有反刍。那这台机器除了有基本的造乳功能之外，它是每挤完一头牛，它就会有清洗的动作，确保不会交叉感染。然后每一头牛进站的时候，它前面有一个饲料，可以吸引它每一次进站的意愿，进而说增加它挤乳的次数，而确保它不会因为时间过长而引起乳房炎。那这台机器它有操控的液晶萤幕，它可以很精准的告诉我每一头牛的乳房4个分房，它哪一颗乳房有没有生病，它的挤乳量，还有它的乳温，它可以告诉我这头牛它有没有发烧。像牛前几年最常发生的就是流行热，流行热对酪农来讲会产生很大的损失，如果一不注意的话，这头牛大概要救回来的几率不到20%。我永远都会记我什么时阵去挂急诊，有一只牛母早产，伊早产呢，迄只牛仔囝足细只，差不多安尼尔，像这只安尼尔。普通牛仔囝生出来就有30公斤、40公斤，也毋过伊早产，伊差不多8个月，因老母就甲生出来。伊生出来了后，阮迄时阵，阮牛条内底有留一只牛膏，伊咧上去，我无发现，我干那讲要去救迄只牛仔囝。我过的时阵，我捡迄只牛膏搭，迄阿公像我手骨遮粗，我人做肉店，互钱衫的，迄支阿公是变半圆形的。我迄时阵一直喊救人，无人牛条拢无人，阮翁伫咧另外一边，我伫咧足紧急的所在的时阵，我是用爬过迄个花这边，牛膏才无甲我搭，无我差不多边仔棍才要断几支啦。啊，什么时阵去挂急诊的？我永远会记。牧场会在冬天的时候才会让小牛出来住这个小牛屋。那这个小牛屋也是都从国外进口的，它有调节那个温度，它后面有一个小窗户，如果太热的时候可以全部翻开，它的对流会比较舒适。那为什么只有在冬天才有这种小牛屋呢？因为台湾实在太热了，而且又时常下雨，对牛来讲不是好事。尤其是没有电风扇，小牛很容易产生发烧或是喘，那就很难养。那小牛最喜欢的就是冬天的时候来这种地方，因为它是直接睡在土上面，对他们来讲是最舒适的。那我希望以后说可以有一个，就是说跟国外一样啊，全面都是这样子。那但是上面有建筑物的，可以有一个调节的。那牛在土地上，它是最舒适的。刚出生的小牛需要用心的照顾，是小牛成长的关键。牧场都会喂初乳，初乳的营养成分高，可以提升免疫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在2013年的时候，我接触到有贸易商，刚好有在做这个基因检测的动作，好，因为我算是育种，在当时的时候育种也将近快20年了，好，觉得说，我的牛到底要怎样才能跟国外的牛只，能够知道它们的差距是多少？而这个基因检测呢，是一个最方便的方式，它是全世界都完全一致的，经由基因检测下去做比对，然后经由贸易商送到国外，经过仪器检测的结果，然后经过美国的乳业协会它的种源资料，然后去做比对，它是跟全世界一起做比对的。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有一个机缘啊，然后就得到一个好的成绩的基因检测的乳牛，把它在美国做一个登录，算是在跟全世界做一个公告啦，说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很不错的牛只，它的一个血统在台湾。如果说在以后这一头牛在全世界做贩卖或育种的话，这个成绩是最好的佐证。甘先生的3个儿子原本对于继承祖业没有意愿，因为从小看着爸妈管理牧场太辛苦了，甚至还累到生病住院。直到引进自动化后，儿子们才愿意回来接手，这也让甘先生与甘太太感到欣慰。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其实外阴部这边其实都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在进行配种前，我会先把屁股里面的大便给它挖出来，给挖干净一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我们等一下在配种的时候，它刚好大便下来会那个污染我们的受精腔。然后我们这边是它的肛门口，我们等一下就这边就是它的直肠，我们等一下会从这边进去，我们这边会涂润滑液，避免造成它可能那个外部的一些挫伤之类的。好，我会稍微抹匀我的手，让我的手稍微润滑一下，然后手上还会有一点点，那我就抹在它的外部这边也润滑它，然后一开始就稍微慢慢进去，因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它会有点紧张，所以就慢慢进去，然后手尽量去缩小，稍微去缩小，不要撑得太大，把这边给撑开了，稍微慢慢进去，让它慢慢习惯，然后慢慢放松。好，我 OK， 我这样就可以慢慢进来了。然后就开始会稍微在里面开始稍微触诊一下，顺便找一下它的子宫颈在哪里。然后我就开始在挖大便，把大便挖干净。我们整个过程尽量都用指腹下去
下去稍微抹一下，我们都不会太用力，也不会用指尖下去插下去，这些都会造成它职场上面的一些伤口。就尽量动作温柔，手不要太出力。我们只要人出力的话，牛其实也感觉得到，那它就很容易紧张。OK， 3个度角进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慢慢的放平，然后缓慢的进去。然后这时候我们左手是帮忙辅助我们的枪，可以顺顺的往前走。不要我们不要就在用受精浆配种过程，我们整个过程中是都不可以用蛮力去直接去涂刺它的那个子宫跟阴道的。我现在感觉我已经枪放进子宫颈里面去了，那我这时候就慢慢把我的精液给推进去。OK， 那这时候就慢慢的拿出来。挂上。那我们也可以手拿出来，或者是拿掉。我就稍微按摩一下外阴部，刺激它可以那个配种率。面对2025台牛进口奶的零关税，会是酪农产业的最大危机。那酪农业者的话，他们不怕竞争，但是台湾的本土的牛乳，它有鲜乳标章来可以做区别，我们都可以在市面上看到鲜乳标章的牛乳可以做选购。那目前这个畜牧产业，我们有希望在循环再利用的部分再做一个强化。那不管是在绿能发电，还有包括早育早扎肥分的回灌农地，还有包括放流水的回灌，我们都要持续鼓励业者来投入来做申请，那让我们的酪农产业来永续经营。荷兰这间公司伊的做法足谨慎的，足慎重的。第一，台湾要有维修的工程师，这工程师要经过因认证之后，伊才有法度，互伊伫台湾卖机器人。所以才有伫2017年的时阵，才有第一台机器人伫阮兜产生。当然，我要斗机器人的时阵，2个人是交4大人参详，因为经验足大，当然爱借钱。4大人会烦恼无错，要毋过我的大家交我做共款的工课。这间牛条是阮大家真正讲自少年安尼认真硬拼来的，所以阮的牧场甲真拢无改名。我感谢阮的大家，甲这间牧场顾来。所以我交阮大家参详，阮大家讲好啊，你这好啊，你别日才有时间交我讲话陪伴我，因为迄时阵阮大家无啥身体无啥好啊。伊也看我一个人，也要牛条，也要厝内，实在足辛苦，足无用，所以伊支持阮2个去借钱来买这台机械，才有头第一台伫阮兜产生。当然啦，斗的时阵，迄个过程还阁惊吓，对机械无了解，袂晓用，看遐英文字也无了解。2个翁仔某安尼暝甲日顾伫迄台机械的面头前，安尼2礼拜，除了食饭，还阁困，一日困头4点钟至5点钟的时间，迄2礼拜拢伫咧牛条。2个翁仔某，2个人相想讲啊，是安怎做这个决定？啊，这头剃落也无洗嘛袂使。安尼啊，毋知会成功还会失败。阮翁讲一定爱成功，因为这是牛条第一届按自动化。终于讲啊，2个翁仔某安尼老实实、认真啊，去互阮拼成功，这是阮会当安慰，啊，搁甲囡仔讲，恁足幸运的，阮牛条已经改到自动化，换恁接手的时阵是上好的时阵，麻烦你转来接牛条。当然自动化了后，阮兜的囡仔才有意愿要转来接牛条。